上周农业社会从脚头、刀马、禾粮、布头一道耕种用的加拉火丝，如意思打铁师傅一锤一锤敲出来哟。新竹新埔上周整烘青岛有700件的打铁店面，不过师傅引来引路的无人来接，更加整烘让村岛唯一的一间由林凤梅同陈龙岩两兄弟开嘅打铁店面，同时呢数人打铁数年，现下韩国系罕见的。20年来，老店面累积了许多老主顾，佢当然如抢爱人呢，纯手工来打击菜刀一道加拉火丝。不过也因为手工作位产量有限，都改革如无货的。东家吹人烧到丰富嘅铁，烤下去火花洒出酱酱嘅线条，像系天花抛肉，好共灿烂。就连拍3屆系75歲嘅阿哥林粉妹，17歲就開始打鐵。做風衫咪係老太穿窿人，嘅手藝是係老阿哥學嘅。有冇想過做得很辛苦㗎？这还没读书，俺把俺叫没读书呢，我自己的名字还没写，哎呀，阿做講係可以學手藝那樣嘅。好700件人叫那写可以呢。跟以前冇铁路个呀，冇铁路看见吧，是慢慢进坑咯，跟着这呢。林粉妹講，雖然3年時裝業出走得出事，不過開始見店為咗本錢，尤其打鐵辛苦，連成為頭部用都難。我當晚結婚呢，我45人結婚。係啊。係用翻嘅咯，頭毛唔樣啊。就已經講打鐵很辛苦啊喲。係啊，跟頭毛唔樣啊。如果燒到東網，老師傅嘅面找到豐富，認真嘅模式盡可能貼個變化。下新紅改良本火時攤到，慢奶係冷酷嘅衫，看得出佢對兩隻紅葉嘅堅持。我朋友出嘅是這個火時來給你攤嘛吼，你啊衫咪係用嘅，本佢攤到係用一空一空嘅。係哦，冇話得咧，按折咧。啊，不去到，那個攤到嘅時間會痛啊？唔痛啊，我現在咧攤到都唔痛。這熱下到嚟，熱下到點呢？農業師台新埔軍紅最多做700件打鐵店，不過其他嘅唔係師傅老咧，就係打唔讓師台變錢，走就冇走咧。兩下死掉，兩位是解決件。啊，你要打鐵啦，超辛苦吧？天點哦，你要學呀，吼，你都冇學啊，吼。啊，第3點吼是最重要是千元沒傳得到啊，你要講千元傳到，3日就要學啊。下兩位拍係全台灣會只計數面打鐵店咧，打鐵會減少，兩沙東家混人類考，唔但強長時間做出來嘅東西品質未係那好。嗰一沙做嘅東西，嗰冇人嘅，你練講嗰啲啊，兩沙吹嘅東西啊，留一沙吹嘅反正冇用，就係一吹兩沙夾吹嘅東西都好玩嘅。數面打鐵最重要嘅係會吊搭、會夾、會實、會準。20年來，你考鐵上唔是聽過。啊，開始學啊，些，嗰啲廠頭唔該要，那個鐵水廠咪咪打輕輕講講哦，係啊，嗰會面嗰輕輕嘅講講冇嘅東西哦，就兩個大家就打上去當然也好，做乜嘅東西嗰啲是低啊，啊打差唔多曬咧，嗰啲咪低啊。兩下到我兩道大體都係工廠大量生產呢，傳統鐵店已經見來減少，內店都介做得講都係老主顧，係容易當對先鋒走來，是為到農機財多。我先攞基本即係大張嘅話，好，一好多機啊，好多機，我係當場咧兩毛衣啊機啦，我先攞，冇係做得好，一寫機啊先做。好啊，嗰切菜啊，呢一機2買，嗰2機2買就得。呢一兩機2買啦。教官嘛10人啊，10個月咧，10個月幾多有時就拍菜啦，割腰菜啦，刀媽啦，腳搓啦，腳搓餅啦，得紅老機買啊，好用當好用又善用。
哦，當然咯，哦，睇把割腰草要啊，出來了兩下咧。作為東西對面客會好用，不管面客好花錢啊，不管係花100條好，冇50條好，係花有目的。好，冇東西講緊賣起嚟時候咧。鐵碟嘅刀哥腳頭兩刀為安好用，除了師傅功夫好，還因為用嚟跑炭工做材料。家係我哋虎橋咧整合不水，家千幾年吼，當咗個原料那些，家當到北上吼，然後醃咗賣個鐵店。兩片係鐵哥東岸寶蓮跑炭工，天然鋼硬中級大草。師傅講，只執跑炭工就會到200幾錘多。除咗盤起嚟，家做些放兩下，冇就啱講放兩下，吼，家係買個嘢係兩樣打出嚟，鋼唔就強多。用跑炭工作為腳頭，係幾時幾年？當好車呢係跑炭工，吼，腳下兩車係鐵咯，吼，喺嗰啲吼，你做好嘅車，嗰啲吹火，叫850圖吼，建好又推起上白蘭湖，咁樣吼動力，一腳手嘅動力，咁用話車吼，嗰底下鐵咗動樣，吼，基本見冇嗰鐵咗冇，係嗰鋼啊，吼，保持動力，鋼下硬啊。這裡完成了。完成了。傳統鐵店一吹一吹烤出來嘅鐵器都難做，邊推也係結構，都做得高努力也係長高。每日為全手工打造，產量有限，賣到唔難賣。堅持用老方法來做，打吹都係對應客嘅使用保證。兩兄弟都希望自家生意來接，不過後生意行項目行唔啲，連先部為這個大鐵店。輕輕強強嘅上，唔啲喺上嚟到，結結為到。